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开心，天天笑甲一个步。阮的笑花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。来哟来哟，你来吃这啊，你来吃这，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 小少你大听，阿公啊天边坐哦，阿婆啊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啊搁使一个目尾，阿婆啊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阿爽在心内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开心。 物件放在遮也无去看，你来先。喂，你是香港电梯侦探社哦？这第三高中啊！ 好什么？你惊啊！奇怪，人咧报案讲什么遮有什么凶杀案，咱是伫倒？怪。你干什么？你快点！你一边啊大步啊，拖一个啊！嘿，咱探长讲吼，什么遮讲有什么凶杀案，什么叫咱找线索。就是啊，我都无看啊，无看到线索，再找看嘛。这查某囝伫遮厝诶，毋困啊，在遮困。咦，我看吼，伊一定食逍遥啊。逍遥啊？毋是，电话，你看，伫咧海，一定是伊卡。对，一定是。哎，他是探长来，来，这里。 创啥啦？进来，安尼无爱等咱人落呀？收大顶。啊，要到设定啊？好多，来，今日两个人到遮有发生什么线索无？呀，哦，呀，哎，小姐，小姐。哦，救救！我袂过来收惊，错。哎，小姐，呀，拄则是毋是你报案的？ 是啊。好呀，你有发现什么命案？呀。哦，老弟啊，我来讲什么歹物啊？我错一个。阿莫，先讲好，咱两个讲价。什么讲价？现金无，支票无。你讲走哦，卖落安尼，一人讲一半。讲一半。嘿。 叫你讲啥物啊？去拍去看嘛，看啥物件？参详了较体，嘿，参详了较体。无，这物件都毋是这都。无啊，都物件。无，哎，你来这就。安话啦，等等，哎呦，安尼出去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啦？这就是发生命案，唔对啦，唔对。我知，你是凶手吼？不是我啦。唔是，这是安怎发现的？你讲。拄则有一个坐遐呢，结果我翻着身呢，都无看人，伊甲地下去遐。咁真是嘞？唔通啊？哎呦，这边咯。去啊！
你甲大哥你去举。好，报告探长，是要举菜市啊，举乌白？你什么？你不是讲要举闭路电视？这闭路啦，闭路。门口景啊。闭路啊！拄好叫睇遐。哎喏，一张纸搁一支笔。来来来。你今暗要食什么菜？这个是火大。无伊叫啥菜？问伊，毋是问我。伊啊。啊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做潘丽珍啦。潘丽珍。潘是潘丽珍的潘，丽是潘丽珍的丽，珍是潘丽珍的珍。会啊！我笑清楚。好嘞，潘丽珍，珍可以啊珍。啊，今年几岁22啦。22，哦，都两只阿母啦。我哪无看阿母？有啊，两只安尼毋是两只阿母。啊，你就讲讲阿母，我啰嗦。好，啊，你兜住伫倒位？在香港九龙面墩道300号2楼。2楼做1楼楼顶，3楼楼口。拢总有几楼5楼。5楼，有电梯无？无。有电，我唔惊咯，好玩忝哦。啊，内面有搭壁纸。有啦。啊，有地毯。啊，一平差不多卖偌济？好呀！你是咧门口景，还是咧卖饭厝啊？还是咧做中间者咧介绍的啊？哦，即摆是迄个门口景咧问人有搭表纸，无要创啊？唔知影问啊伤济啊，火气啊！对啦，啊问好啊，问好啊。写好啥？写好啊，啊写就写几包，无水啊，两只都无水，你写几包无水。好啦，走过。你等下，将物件收了。是。哎，等下，物件呢？卖啦，咱一人摕一项啦。好，这也毋是，毋是猪头卖啊，对不对？等于讲会用讲咱这摕烧酒。实错误你唔知影帮，摕等下化验通做证据啊。好，唔通玩啊？阿姐，哎呦，那也麻烦啦。透早你压，即摆暗时你压嘞，啊手摕我6条，6条，哪个去死啊？你讲地条的啦，断来咯。黄小姐，我跟你讲，咱保持联络，你袂用离开香港哦。好啦。我来传你回来哦，知影无？明仔载。来，阿玲等下。无啦，探长啊，这尔暗啊，我家己转会惊啦。你会惊哟？哦，来，恁两位陪伴倒转。我都知啊，拜托啦。探长啊，安怎？卖啦，遮尔暗啊，阮若送伊转去，阮唔敢转来，阮唔来，阁拜托伊送阮转去。哎呀，安尼送来送去哦，阮规夜都拢免困。免烦恼，我会用义务车甲你送。好啦，谢谢人弟，好啦，行。就是你是杨秀，这个。我无啦，这是什么代志？你这抓我怎啊？哦，你是杨秀。安尼我问你，什么凶手？你看是不是你的？对，迄我的。内面第三物件？是安尼啦，我著咧做石膏红啊，一个人客哦，甲我订个买一排啦，我什么欠一支手啦，叫我约一个时间带这小等要摕下伊咧，我等遮久我等无啦，我才装去因兜啊，因兜也无人，我就搁装到等下要摕茶啊。石膏红啊？系啊，石膏红啊。石膏？对啊。这石膏手。石膏啊。石膏手。对啊。你都嘛你。这嘛你，系啊，拍到探酒啊！